早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昨4月22是世界地球日，总统蔡英文甲环保团体见面，嘛包括发起保护海草大的环保团体，大概是讲3点钟。针对第3天然气接收站海草大的议题，替代方案拢无共识。海草大公道发起人潘忠正会后讲伊心情真沉重，因为伊讲伊建议总统接收站爱停工，严过总统的面色真歹看，严过总统护士背回讲，这毋是事实。4月22世界地球日，总统蔡英文伫咧府内会见海草大环保团体在内环保团体，原本点半钟的会谈要开3点钟，会后海草大公道的带头人潘忠正讲，心情真沉重。这个沉重呢，其实我也看到了小英总统非常凝重的脸孔。因为过程里面呢，我确实是跟总统提到停工是不是可以宣布，但是显然总统呢有在这一刹那呢，他是觉得还不是他宣布停工的时候。对此，总统府发言人回应讲，代志毋是安尼是。这并非事实哦。那总统现场是有回应说，那对于3接是否停工哦，那现在还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那大家也都持续在希望能够寻找一个新的或者是替代能够双赢、更平衡的方案哦。蔡总统讲，这是环保甲环保之间的权衡，爱集众人的力量来替台湾找出上好的方案。这场会谈总共有14位团代表，每一个人3分钟讲家己的想法。潘忠正讲，府方有通强，可以时间较长一些，严过结果不如意的有期。过去以来呢，我一直说小英是局外人，今天我还是要重复这一句话：沟通不是一味的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心胸开放，或许心情也就不会那么沉重了。总统府强调，中期核事无可能也不可行。3接甲海草大议题，政府也已经加速评估盘点方案，希望各界唔通排除任何方案的可能性。海草大团团对这个答案无法度接受。如果他们评估到这个问题，包括程序正义的问题，是个严重的政府的诚信问题的时候，也许他们真的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吧。潘忠正讲，有邀请蔡总统4月29晚楼之天，最近来台南的海草大现场，甲当地海草大应准的初心车队。总统讲，伊愿意爱看行程安怎排。总统府是讲，会找一个适合的时间甲方式去现场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昨世界地球日，全世界头人嘛有召开时新的气候峰会。美国总统拜登是强调讲，2050年美国要达成碳中和的目标。嘛讲面对气候变迁，美国并无所归。这摆峰会是由美国主办，40国的领导人参加，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拢有参加。那头一个议题是咧讨论全球暖化、温度加悬，要控制伫1.5度以内。美国总统拜登讲要重新登记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了后，主导召开2天的全球领袖实现气候峰会，40个国家的领袖参加。最近甲美国关系紧张的中国、俄罗斯拢有出席。拜登宣布美国的减碳新目标，在2030年排碳量要比2005年减50%到52%，会随采取行动陪国等。These steps will set America on a path of net zero emissions economy by no later than 2050. But the truth is, America represents less than 15% of the world's emissions. No nation can solve this crisis on our own, as I know you all fully understand. We know just how critically important that is, because scientists tell us that this is the decisive decade. This is the decade we must make decisions that will avoid the worst consequences of the climate crisis.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愿意甲美国最近努力减碳，保护地球。这也是拜登上任了，甲习近平第一遍伫同一个会谈出现。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的时间，需要中方付出艰苦努力。这场峰会第一个议程就是全球暖化控制伫咧摄氏1.5度以内，
德国总统梅克尔对拜登新目标表示欢迎，告诉希望各国对抗气候变迁应该随采取行动。后边讲到2030年进前，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会减55%。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明仔水气较济，所以伫东半部也有过道了后的中南部山区雨拢会较粗。咱来看分度。今日水气较高，伫东半部、大台北有局部地接雨，其他所在是侪云高好天。伫西半部的山区过道了后有局部地接雷阵雨，其中东半部也有过道了后的中南部山区雨会较粗。今日伫金门、马祖、中南部、澳大埔有云较低，影响能见度。中南部空气品质无啥好，早起伫台南的学家、家己一寡所在已经达到红色警示。另外，礼拜日到后礼拜一，华南喷雨区会通过台湾，各地头落雨机会会增加，也毋过对解除咱台湾的可汗帮助有限。咱台湾当地可汗南投的日月潭水位继续下降，一寡码头即马已经封起来啊！这几天过道中部也拢有西北雨、雷公雨，水利署嘛把握机会做人工吹雨，也毋过效果有限。前往码头引桥去一边，民众行起来真吃力，甚至爱换单杆才会当行落来。我觉得很陡，其实从上面看真的是会有一点害怕。水情真紧张，南投日月潭的水位降低真济。根据水利署的资料，到22早起7点为止，欠水率敢若剩32.7%。日月潭管理处伫这个月初1，甲调布阁有限公司的码头封起来了后，嘛会伫23甲水下码头关起来。会先关闭水社码头，那还剩下义达邵码头可以提供游艇的一个停靠。日月潭管理处表示，因为水位上低，引桥上川，码头设备嘛歹去。目前，敢若义达邵码头开放包船游湖，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国内旅游小可复苏。今年2月就比去年同时期增加32%。不过，封起来码头数量增加，嘛互真无简单等着国内旅游的业者烦恼会阁一摆受到冲击。客人进行锐减非常的多，然后再加上现在又通知这样情况里面，会有订房的也基本上都一直在延期了。餐厅也会因此可能不开，或者它的整个环境的维护品质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好。那我想这些事情都对我们的整个这个国体出游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有猎野师出动空拍机，为高空120公尺翕落水溪，沙洲甲绿草看起来就亲像一百优画。不过美丽的风景背后却是水情真严峻。伫台中德基水库，22我中昼时阵总算是落雨啊，敢若短5分钟，对欠水量无上大的帮助。不过，谈对流分溪发展，水利署嘛伫石门、甲古关坝等等的所在进行人工净化。伫南投的情景、甲北投的舞台，拢陆续出现大雨。你看我们背后的这个是我们的田里，都有积水了。民众讲，总算是等到落雨。根据当地观测站的资料，到22下晡4点，南投的澳板台甲北投的嘉木分别测到12.5甲58.5毫米的雨量。接落来就要观察花东分气，敢会早搁较侪雨量来。记者综合报道。雨水也无够济，所以台中目前咧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结果是一直传出白水管，原因就出伫水道水管修旧啊，水压变化较大的时就较高逼开。水公司逐礼拜拢讲爱处理2-3件，所以伊嘛拍算要去换管，也未换进前，目前上水的时会先调整水压，避免逼管电倒害。外口日头赤炎炎，不过地下室的仓库，煞要行到水内底才行得入去。水引到脚后倒的管道，涂骹的纸箱啊嘛拢烂去，火拢浸伫水内底。代志发生伫这个月15，台中台里中兴路的商店，店头家透早精神，发现地下室淹大水，原来是厝内水管破去所造成的。我即摆过规下要甲收这种规排咯，连这下面都要架子都弄好了，万一淹水才不会淹到啊！像我放在这里就没有淹到，放在地上就会淹到。17伫台里市区绿地里的这条水沟啊，马熊熊出现水流，详细甲看是为这个路边的破坑渗出来的。当地里长烦恼讲，欠落来水就安尼搁拍算去啊。只要是自来水来提供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大量一些老旧的水管来破裂了，漏水的严重性
比我们用水更加严重。目前台中地区正在实行供水5工、停2工的分区供水，不过包括台中台里、太平，甚至是台中工业区、甲潭子等等的所在，农业团区有大大小小水管破裂的状况。台水公司表示，为这个月初6以来，逐礼拜接到2-3件的通报，主要的原因也是水管的在进老化。因为我们在停水的时候，管里面大部分是空的。那我们就会慢慢的复水，我们先做排气的动作，在复水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说会有空气刚好挤压在那个地方，会造成。台水公司表示，当初台是经济管线，大部分是 PVCP 塑胶管啊，敢若是去年就已经换掉146000公尺，但年嘛变9亿到10亿的预算，要来换做主体管。会统计甲调查目前旧的管线，恢复供水时阵会降低水压，避免类似的状况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2021战略竞争法案，对经济、军事、数位侪侪领域要强化美国的体制，来对抗中国。11月时嘛加入几项内容，包括呼吁美国政府主动北京举办2022年的冬季奥运。来看联合报，台积电昨昏开临时董事会通过要开794亿新台票，扩大南京厂的产能，而且要扩建7档内拢唔捌扩建过的28奈米的制程，规个要新增加4万片的产能，伫今年下半年要开始量产，到2023年中要达到一年生产4万片的目标。来看《苹果日报》，劳动基金炒股票这个案牵涉3间投信业者，今麦处罚的结果出来呀。金管会伫昨暗宣布讲，福华、君益、统一这3间投信要罚450万。涉案的10个投资主管也是经理层，拢爱是头路，也是向天职做处分。这嘛创下投信史上罚金上悬、人数上侪案件。有民众团讲去做 AG2风烧了后，出现不良的反应，面的正面出现麻痹的症头。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即马正在调查原因。另外，国内昨昏有新增加4个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国内阁新增加4件境外异地新冠肺炎确诊个案，除了3名来自东南亚移工，头一摆出现来自哈萨克的病例，这是一名30多岁的哈萨克籍女子，4月10日来台工作，有坐机前3天的检阴性报告，入境了后到防疫旅馆检疫，4月10日出现咳嗽症状，一直到18阁有喘气困难，安排采检了后确诊。已掌握个案同班机前后2排的座位旅客共7人列居家隔离。那机组员是7人，列自我健康管理。拜三是国内 AG 疫苗开放自费注射的头一天，当中有1732人自费注射。公费疫苗也继续来自，也毋过出现一名注了后技术严重不良事件通报。这名个案是30岁的男性，自公费疫苗隔一天出现甲病面麻痹的状况。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外统计资料中，也无因为自 AG 疫苗出现面部麻痹的个案，会继续追踪这方面敢是有直接关联。这个其实是一个即使没有接种疫苗也是有可能发生，那可能因为病毒感染或者其他不明原因所造成哦。那我们有查这个英国，他们也针对接种疫苗后的这个所谓的颜面神经麻痹来做分析，目前还没有看到说是因为接种这个COVID-19 的疫苗造成。另外，针对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将台湾旅游警示为低风险的1级升级到3级的三输2后行。指挥中心回应，目前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网站上有愿将台湾列为1级，已经请外交部问美国国务院将台湾旅游警示升级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还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4400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300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086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伫日本超过5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200万例，印度超过1500万例，伫巴西超过14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1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46万例。
来关心矫正预防射进前有标出会脱血路的副作用，所以真侪国家即马拢暂停注射。也毋过后面的药品管理局调查发现讲，虽讲脱血路甲预防射可能真正有关系，也毋过注预防射的好处也是济过风险，建议爱增加警示的苗头就会使。所以即阵伫荷兰、意大利甲西班牙已经开始恢复注射。荷兰日已展开矫正新冠病毒疫苗注射，头一个做的是莱顿市的医护工作人员。Assortiment dat we hebben, het vierde vaccin. En iedere prik met een nieuw vaccin is weer een nieuwe mijlpaal omhoog. 荷兰原本已经规划配送驻矫正疫苗，伫美国传出真侪件脱血金的案例了后，宣布预防性暂停。听下后面药品管理局 EMA 的调查 ，EMA 20稳准，表示讲可能会致出着脱血金的副作用，啊，不过注的好处较侪，建议爱伫包装顶加注罕见副作用的风险建议，也甲安怎辨识相关镜头甲治疗方法。矫正表示配合会继续伫欧洲推出疫苗，意大利21开始配送184000剂矫正疫苗。政府根据后面评估，建议甲 AZ 疫苗同款，用伫60岁以上的老大人。因为西班牙原来有收到第一批146000剂疫苗，将优先予70岁至79岁的族群先注。Today we hit 200 million shots, and the 92nd day in office. It's an incredible achievement for the nation. 美国总统拜登伫就职100日来加倍完成1亿剂疫苗注射目标。伊讲，即马疫苗工作进入新阶段，要将疫苗目标族群扩大到16岁以上所有成年人，也提出着抵税计划，鼓励中小企业和员工有薪水休困群安心去注疫苗。但是，是毋是将寄出这疫苗关乎拉丁美洲这个国家？拜登是讲，伊喺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担起着这个问题。美国目前还未准备好，不过一定会尽力提供帮助。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是讲，一定7月全国一半人口完全注完疫苗了后，和拉丁美洲甲加勒比海国家提供5%至10%的疫苗，一定年底前会当互这国家得到750万剂。根据欧盟协调的采购计划，西班牙今年有权得到9300万剂，比实际加几多百万剂。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来关心澳洲联邦政府撤销维多利亚州政府甲中国所签的2项下国经济一带一路的协议。澳洲的外交部长是表示讲，安尼是做是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也毋过中国驻澳洲的大使即马批评澳洲政府做出错误的决定。澳洲国会去年12月通过的外交关系法，授权联邦政府有权取消州政府甲外国签订防止为威胁国家利益的协议。外交部长潘恩利引用这项法案，宣布维多利亚政府伫2018-2019年甲中国签订的2项一带一路协议，甲维多利亚教育局1999年甲叙利亚2004年甲伊朗所签署的协议全部撤销。潘恩指出，这4项协议内容甲澳洲外交政策无符合，毋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更加毋是要伤害澳洲甲任何国家的关系。中国驻澳洲大使馆迄暗伫网站发表强烈不满甲坚决反对的声明，讲这是对中国的一项无理惹事的行为，一定会对双边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经过澳洲当局是咧搬石头讲家己的脚。我们敦促澳方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客观理性看待中澳合作，立即纠正错误，改弦更张，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是澳洲上大的贸易盘，也是澳洲海外大学生上大的来源。双方最近几年关系恶化，历史外交甲经贸制裁。去年4月，澳洲总理莫里森率先伫国际提出调查新冠疫情起源的要求了后，双方经贸关系就特别紧张。中国对澳洲的威控大麻、红酒、棉花、龙虾甲木材，都用各种正式甲非正式的限制。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传出伫家牢内底绝食抗议，健康即马愈来愈歹。伊的支持者21日时伫俄罗斯全国发起大规模的示威，结果俄罗斯的警方伫全国82个城市，甲1500个抗议人士抓去。示威的民众手摕着大鼓，抗议俄罗斯政府关押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莫斯科的民众上街头示威，因为纳瓦尼被抓去关了，身体愈来愈歹。自3月底开始，如果用绝食来抗议，要求爱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纳瓦尼目前有脚趾饼的痛，也个脚下巴的症头。伊的朋友甲幕僚，正各国的民众伫咧2月上街头示威救伊的命。Мне кажется, наша власть чересчур обезумела от ее наличия.
Поэтому я ухожу сегодня на этот митинг с требованием свободу политзаключенным, свободу Алексея Навального. 规模上大的示威伫咧首都莫斯科，几多千人游行经过市中心、圣彼得堡、甲叶卡捷琳堡，全国真侪所在拢有发动示威活动。俄国也主动警力镇压。军国独立监督团体讲，俄罗斯警方总共伫咧全国82座城市逮捕将近1500位抗议人士。纳瓦尼的盟友接受访问时阵讲，伊的身体正歹，应该随送去家护病房。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конечно, мы видим в последние месяцы, в последние недели, наверное, вот такое закручивание гаек. Когда Алексей возвращался в Россию, конечно, была вероятность, что он будет подвергаться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ю со стороны правоохрани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но не было понятно, что это будет сделано так. 俄国总统普京伫日发表国情咨文，伫咧无点名纳瓦尼的情形下，警告西方唔通跨过俄国的红线。不过美国就警告俄罗斯，若是纳瓦尼死亡，会面临到什么款的后果？ We have called o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e have called on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o allow Alexei Navalny access to the necessary independent medical care immediately in response to the very disturbing reports that we have all seen and we've all heard regarding his deteriorating health. 纳瓦尼的看守尤利亚也出现伫咧现场，受到民众的欢呼。虽然政府提出警告，讲集会被当作非法活动，不过俄罗斯全国几多十个城市依然有上万人无察政府的警告，上街头声援纳瓦尼。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今日国际上，抑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俄罗斯甲乌克兰关系紧张，俄罗斯总统普京却雄雄下令讲，23时就要对边境来撤军，佮讲欢迎乌克兰的总统随时到莫斯科会谈。来关心美国众议院昨昏佫一摆通过华盛顿特区要加做美国第51州的法案，不过同款面对共和党的参议员反对。来关心美国主导气候峰会，即马当地举行，不过随便出名的环保少女童贝利是批评美国无重视气候危机，要求美国爱停止补贴石化燃料。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咱中科院站伫屏东九平基地甲东海岸有试射飞弹，军事专家研判讲应该是天宫3型飞弹路程增加的测试，这个测试。较罕见的是，并无看到中国解放军的军舰伫外海。中山科学研究院日日暗7点45分，伫台东的新光亭机飞渔港试射一粒无限管飞弹。飞弹发射的火光加震动，和台东市区的居民感受到无限管的强大威力。之前射过很多次，然后都没有机会来。对。啊，第一次看到这样，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很震撼啊！对 ，OK， 谢谢。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对国军有信心了哈。台湾加油！根据渔业署公告的射击通报，中科院分别伫这个月22到29期中的4天，伫暗时7点40分，伫东南部海空域进行火炮试射，范围包括绿岛、兰屿加花莲的海空域。因那5个公告的火炮射击，差不多逐天拢有，而且是海空军的实弹射击，射程无限远，范围包括绿岛、兰屿甲以东更加远的所在。军事专家认为，22暗试射是中科院典型的反飞弹系统验证能力的最后测试。把弹自台东发射了，搁再由高屏基地测试弹给炸来。应该是实属进行的强强专案，不过中科院甲军方无回应，只敢讲这是例行性飞弹试射，希望个人支持国防。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德鲁古事故，被告李义雄、越南移工阿浩，拢互法官继续收押3个月。因即马拢已经互以过失致死罪起诉，目前过失致死罪上重是判5档。不过外界认为讲5档伤轻啊，爱受罚，所以行政院昨昏嘛快速通过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过失致死罪造成3个人以上死亡，上重改判10档。法院即马要送立法院审理。法院伫检视10人首部情节起诉了，地方法院第一遍甲在押的李义雄甲其他法文虎，以上定义审理是毋是过在押？法官裁定2个人继续收押禁见。李义祥还有华文好2位
都有逃亡，还有勾串之余，所以认定也有羁押的必要性，所以裁定从昨天开始起羁押3个月，然后并禁止接见、通信，还有收受物件。泰鲁国火事故造成重大死伤，李义祥被依照过失致死罪起诉，因过目前相关的刑责只敢若5档，和外界批评伤轻。地主行政院快速通过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过失刑责暂急化。一般情形依然维持上当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形重大会当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若造成3个人以上死亡，相当会当判10年。都有情节重大这个字眼。那另外有关他判断的标准是按照行为人他委婉注意的程度的高低，还有侵害法益的结果，由法官按照具体的个案来综合做判断。行政院讲，这边修法提悬过失致死罪刑责，相关会当判到10年，加杀人罪上嘅刑度同款，是合理的调整。不过未当回溯到这边泰鲁国火的事故，地主也针对挑工破坏公众运输交通工具，修法加重处罚。若是情形重大过失，相当会当判5年。记者综合报道。这届火车摆尾，第一时间投入救灾的有300多个各地头过去的消防人员。因伫事故发生了后3点钟内，就将所有的生还者拢救出去。这届救人的任务，消防人员是伫暗疏疏、搁下静静的空间内底救，而且棚空内搁无通风，因爱甲时间走小日，爱甲时间竞争，确实难度是真悬。因救人的资源敢不够，嘛引起各界关心。4月初2 10点50分，吊伤的患者经过济艰难，总算对车手顶头红光出来。上面走上面，直接走上去。车手顶头成做唯一抢救的通道，搜救员背悬背架，直直通报乌卡的人数，也紧甲物资搁接入去。扛背板大缺，里面大缺，接火，小心1、2、3。3具欧卡了，你们里面找得怎么样？还有很多，大哥，我这边2个红的，我们支援。又没有通风，所以他其实进去之后，可能10分钟，身体就受不了，开始觉得很热、很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甚至还拿车厢内民众遗留下来的水补充水分，这样子。第一时间看到这么多的大体在那边，对，所以那时候是还蛮惊讶的。300多个消防员伫咧第一时间去到现场，不过下尖尖的棚空未通风，搜救难度高，搜救人员过20分就要换班休困。受到挤压之后，整个车厢变形，它有一点变成一个局限的空间，因为我们同仁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一个破坏的一个操作点哦，利用一些简易的电动的破坏器材来进行最初步的一个人命的救助了。上华境清水棚空专属机随着救援分队的好人分队，去年伫咧交通部的支持之下，送12个人员去瑞士、荷兰参加当隧道救灾模拟演练。这届有8个投入救灾，因讲包括用重型机具破坏、经车厢操作支撑的器材，到搜救员本身的心理状态调整，拢有应用到。其中以车体破坏救助的机能用上多，不过公路甲隧道的救援也是有正大的警察。公路隧道救灾，它的空间是蛮大的。单向的话，它因为毕竟还有一个避车道它有一个空间在。最严重就是堆叠而已，堆叠它没有像火车那种的挤压那么严重那种程度。所以说，火车的事故跟隧道的事故还是有差别的。南投德山的消防训练中心虽然有隧道甲铁路救援的模拟场所，不过消防员坦白讲，实际作战的能力需要更较完整、真实的训练基地甲课程，才通伫咧灾害来的时阵有更较周齐的准备。记者阿敏金、林雄凯华联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为了要防止牛角节症疫情扩大，咱国家新采买18万剂预防车，昨昏已经送到咱台湾，农委会打算伫3天内会完成全国预防车注射。
即届咱国家是采买18万吨牛角接种的预防车，这是由外交部伫国外直接买的，昨昏是坐飞机送转来咱台湾。接落来，兽医师会随启动全国牛场牛只注射计划。目前苗栗以北的牛都已经注射，即马会继续5男注。拄上任的交通部长王国材昨昏头一摆以部长的身份去立法院质询。王国材是表示讲，安全是需要智慧的，所以会以智慧交通来做施政目标。目前第一要紧的代志，伊是要改革代替。伊嘛讲，若是改革无成功，伊就会离开。我心中是改革啊，那如果改革没有成功，我就会自己离开。第一遍以部长的身份上质询台。王国材用家己的官威宣示改革的决心。这几天，交通部电力甲行政院一个代替三方面开会讨论具体改革作为。除了沿线工地安全，也开始调整财务。饭店代替有20几个小站是服务性质，政府对这个小站的亏损会先补贴。另外，也加速活化资产，增加收入。它很多的亏损，那行政也同意会做一些这个补贴。然后另外就是在67年以前，他们是所有盈余都缴国库，所以没有提供部长票价也26年没有调整，我们没有提供一个安全好的服务水准来谈票价，我是觉得这样是不合理的。王国材讲，改革是有阶段性，调票价不是优先项目。不过，就要上任的代替局长杜美讲，代替的票价25年无调整，伊上任了，对票价合理性会做详细评估。不过，伫即马也无确定的数字，到年底进前会提报告给交通部。这里的票价管制有25年没有调整，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票价合理性的部分，我们会提出好的评估，预计啦哈，大概是在年底，今年好以内，我们就会来做一个提报。对是不是调向公司化，杜比讲，只要是对大地好的，拢会考虑，不过会先做到绩效提升。除了杜比累升代替局长，目前铁道局长的课，交通部也证实会由铁道局内面累升，就是希望接的人会当随时手，和铁道局确实监督代替的改革。名单已经送行政院核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台北市树林的永德大道一段，今年开始有启用固定式掠噪音摄影系统。要掠一寡驶路碰碰叫的车辆，不过当地有民众是质疑讲，这机关老谣人去向环保局施压，讲爱甲这支掠噪音的摄影系统甲拆掉，不过引起民众真不满，就去市议会头前抗议，不过议员也个环保局拢有出面陪会。一台汽机车为永德大道驶过，发出真大声音。附近的居民志在未调，向台北市政府提案，总算会当装固定式的高噪音车辆侦测摄影系统。不过，因煞伫咧台北市议会外口抗议，烦恼这拄装的科技执法设备会搁互拆掉。其实我们这边的影响是蛮大的。这个噪音呢，骑过去的时候，它会透过一种回音的效果传到山下的社区，所以真正受到这个干扰的居民，不只是养德大道一段沿线，还有山下的社区。被那个轰到晚上半夜2点3点起来数星星，看月亮到天亮，长长的。跟我今年1月开始的，我突然间可以睡觉睡到天亮，自然醒了。我才发觉，我上去坐公车的时候看到照相机了。里面不满市议员老姚人，伫咧市议会质询的时阵讲，永德大道一段无车辆的噪音，嘛无偌济居民咧住，要求台北市环保局检讨，拆掉科技执法，当地居民感觉真无合理。不当的路段去检讨，是不是应该拆除？像我多讲的，大家嘛知影养德大道飙车的都是对马槽啊。谁会在那个什么山下那个派出所附近在飙车啊？谁敢在那边飙车啊？里面提出数据证明，为今年1月到3月，台北市设科技执法的路段，当中有1444件超过标准，干那永德大道一段就占916件，表面的问题上严重。面对指控，老姚人嘛出面讲，并不是要拆掉科技执法。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要拆除任何一个科技执法那个声音照相的任何路段，我只建议环保局，你们在
在做这个科技执法，在设置这个声音照相的地点应该要好好的去思考它的优先顺序。导游真讲，只是希望未来咧装的时阵，会当加考虑民众定情佮先后的顺序。环保局讲，袂拆掉目前的设备，未来嘛会搁找适合的地点来装科技执法。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台北市的南港中央路顶头是有一间超过30栋的公务处，即马嘛互民众检举讲，厝主是甲5楼甲6楼订车格订装潢，要架出16间房间要睡人。住共一栋大楼的民众是真烦恼讲，安尼是住遮济人，遮食电，敢无安全问题？台北市南港中央路，侪拢是30年以上的老公寓，打头一个看，属于违章建筑的6楼，煞安心的铁窗。规排有8台冷气的主机，遐若5楼是共一个厝主，算的拢总有甲14台冷气。台北市议员游淑辉才着定情，讲内底哪像架做16间套房，按算要租人。太过不像话，不知道搞什么东东。住伫共一栋的住户嘛出来讲，6楼原底是全部拍通的，居民会当自由出入。不过新的厝主接手了后，为旧年底就开始装潢，除了甲施工的物件钉伫门口的行路的，最近还阁小连刷甲几20个冷气的机台，甲碰层搬入来，因是真烦恼食电的超崩，还阁有结构的安全甲消防等等公安的疑虑。用出租套房，万一那个电量死缝负荷不了，一定会电线走火嘛。那我们这都是老社区啊，老老的建公寓，你万一那个电量负荷不了，万一发生火灾怎么办？议员22甲监管处的人员去现场勘查，这个施工的师傅背回讲，敢若是甲6楼拢总64平的空间，甲改做2户拢是2房1厅，一切拢有合法。不过议员甲这个住户是无咧甲信道。没有说旧有格局，我们只是修缮而已。这怎么会是旧有？修缮而已啊！我只有隔这房间而已。这个数量在没有超过之下，我们建管处的部分现在还是目前是拍照列管。它内部隔间部分，那它现在因为我有另外新增的一个防盗铁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限期它改善。那如果限期它期限到了，它不改，我们建管处这边就会执行强制拆除。监管处表示，目前敢若会当认定新安起的铁窗是违建，已经要求限期爱改善，也拿内底的价间，因为目前6楼价间的数量无超过法律规定2个使用单元以上，所以有成翕相列管。另外，嘛，阁甲厝主确认讲5楼价间的状况敢有符合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台中，台中大家的草树啊，树草是顶港闻名声，下港真出名。所以呢，树草嘛号做大家草。当地幸福社区为着要保留这项文化，是招当地民众开始咧种树草，嘛甲文化局合作，修成了后会编出作品，来举办展览，互更较侪人看到这项工艺。手提一把咸草，甲黄仔插入去土里。大家幸福社区为着要保留当地咸草文化，连续几若冬拢招在地居民亲身捕田种咸草，居民也拢真热情。以早是少年咧捕是真好势，即马食老脚夹袂起来。迄杂草唔好叫发起来，爱落肥，这是免转药啊啦。要复育咸草文化，毋是遮简单。对种植、收成到编辑进前的贡草、蓑草，每一步拢是社区居民家己豆豆啊探索。社区这回也特别和市府文化局合作，要办一个咸草的编辑展，希望让更较侪人看见这项传统工艺。但是原则上，我们就是让这个令草工艺巡礼展这个能够配合到。那大甲区这个令草文化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次的一个机会，能够将我们大甲的令草文化能够再发扬光大，能让我们的年轻人来重视。社区表示，咸草上紧伫7月就会当开始采收。虽然今年种植面积较小，因也是坚持传统，希望让当地这个咸草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那伫云林的高溪是有设立数位学习中心，长期拢有开一款真流行的科技课程，要带学员用专业的摄影机来翕影片，嘛要甲高溪的水记录落来，宣传这个所在。高溪有足侪山林步道，高溪乡数位机会学习中心，只摆用空翕机，互学员会当家己记录高溪山林的水。学习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学习了很多。道路当中除了有美丽景致以外，嘛是希望会当结合花经过的季节，用这个机会来宣传这个所在。
啊，因为这边也是我们古坑的那个知名的赏萤步道啊，最近就是赏萤季节快到了，我们希望把这个步道介绍给大家。高坑的山区有足侪步道，伫咧下湾记录之下，若将这份美丽永远保存落来。未来民众若是想要看，嘛会当上网络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国内苦旱是真严重，农业损失嘛已经要5亿。农委会即马打算逐年要投入40亿来推动山坡地甲国有林地水源涵养的政策。目前已经开始咧活化山坡地农业肥仔，要补助农民来起水池仔，各户一年上悬会当补助73万块。部分水库调水量无够农业用水，政府决定实施修建，将水流予其他的用途，希望渡过难关。激烈的气候做大旱也是做大水，农委会已经推出相对的对策。第一，就是创水利农，补助农民兴建保育也甲灌溉用的跳水池，以因应做大旱的时阵用水需求。每一户当年上济73万。依照它的面积大小，我们给它一个不同的补助了哈，大概是达到整个它成本的80%了啦哈，所以这个对农民来讲是非常的有用的。农委会也已经开始进行山坡地一寡水肥仔的活化，过去3年已经完成130个，今年也编列2.8亿，加速活化0.1公顷以上的肥仔。今年因为做大旱，地壳被害面积达到1亿6千多公顷，损失的金额是9400多万。农委会认为设置一寡肥仔跳水池，有助减少农业的损失。如果它今天有水，它就不会干掉，它的春茶的产量就不会减少3成到4成以上，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其实对我们的茶产区的农民非常的重要。注意陈吉中，互人问起到三接议题，伊强调，为了顺利会当能源转型，三接必须推动，无才会冲击后续减少二氧化碳的时间。我们如果这个都做不到的话，不要讲碳中和，我们讲2030，在整个温管法里面承诺的温室气体要减回2005的1半，也绝对会破功。气候变迁不是遥远的名词，今年严重做大旱，截至20日已经造成4.78亿农业损失。农委会即届提出的山坡地甲国有林地水源涵养测量来做因应，一年要投入40亿的预算。记者综合报道。108口讲是5万每一个囡仔拢会当接受上适合家己的教育。不过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是表示，目前技术专科学院招生考试的制度可能无下这个考纲的本意，因为伊讲暑期自专的精选入学的制度是较看重一般科目，专业科目若较强，不过一般的科目较弱的囡仔就真不利。2019年实施的108考纲，以成就每一个囡仔做主题，希望为囡仔找到适合的教育。不过，全国教师总会总联合会讲，现行的考试制度可能无法度符合当初的这个想法。全国总讲，暑期二专精选入学第一阶段要看统一的成绩，科目有国文、英文、数学甲2科专业，每一科的满分拢共款是15分。专业科目只敢占2/5，一般学科所占3/5。如果我今天国英数很强的学生，因为他占了总积分的3/5强，所以我只要总积分，我只要国英数强的学生，我就非常的吃香。目前国立有提供给那个技高学生入学名额的国立大学，包含了科大以及国立的普通大学。总共有642个校系，其中有532个校系在第一阶段采用所谓的总积分倍率筛选。全国总讲，精选入学是技术型高中学生升学的重要方式，差不多占整体一半。111年技术型高中考试制度，若果同款是安尼，老师伫咧教的时阵会较看重一般科目，一定会直接导致现场的老师。特别在高3的时候，为了让孩子能够比较有机会通过甄试的第一阶段，所以一定会加强国英数科目，忽略专业科目。108课纲我们重视专题实作，重视实习科目，重视专业知能，这样子技职精神不会彰显。教育部讲，技术型高中的学生除了精选入学以外，也有其他免看统测成绩的升学方式会当进。针对111年考试制度，教育部已经要求相关单位要甲学校也有相关团体研究，
向看重专业科博的方向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市面上较罕咧看到有台语的音乐绘本，为了要推萨布记，本身是台湾系教授，嘛是社会学者的曾嘉颖，是向文化部请经费，甲伊的囡仔创作的故事结合动画甲手机，来分享予更较侪人。乌鸟形体头毛裤啊，曾嘉颖老师拄对台师大下课赶去幼稚园。今仔日要分享的，就是伊和伊的双生仔后生阿新甲阿定同齐创作的《就好的厝》。咱做朋友好吧？我是伫咧流浪无毋对，毋过我这毋是鸟咧，我是就好呢。故事主角号做阿少的这只就好，希望向人类宣扬保护树林甲保育类动物的重要性。替阿少配音的，就是阿定本人。阿咪，你讲了足有道理，咱应该团结起来，甲人类表达咱的诉求。咱应该团结起来，甲人类表达咱的诉求。是囡仔因家己的这个故事，就应该是囡仔家己来讲。哦，伊即马可能是感觉足悲伤的，你即马爱有悲伤的一个情绪等等的，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这是较困难的部分。所以伊教的毋是语言而已。伊教的，佫有迄故事内底要教囡仔一寡真好的想法。曾嘉颖是台师大台文系副教授，是社会学者、音乐创作者，嘛是无语妈妈。因为市面顶的音乐专辑和绘本，囡仔拢差不多现了啊。伊伫咧旧年向文化部请经费，甲伊甲囡仔伫咧眠床边编出来，甲追求自由、找找家己有关系的故事整理起来，先做绘本，佮来出有声册。落尾伊佮家己出钱做手机翻译。大家好，若准讲我是就好。对我来讲，上好的保护绝对毋是黑白臭树啊！咱常常看到，比手敢若看起来就是翻译就简单，其实伊后壁有足侪学问的。这个学问是阮伫咧做这个手语的影片的过程当中，阮才学着。嘛，因为安尼知影咱手语朋友因真正需要是啥物。用当半时间创作3本动画绘本，伫囡仔的生活经验出发，也是曾嘉颖伫咧生活中实践母语的方式。伊希望当代囡仔有更较多元的阅读选择，也要和众人分享这项因对母语的爱。记者阿明真郑派文台北报道。全球航空业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成立，嘛影响法国专门咧训练空服员的学校无学生。今年注册要去上课的学生减7%。伫教室内面，学生正专心伫咧看影片，学习服务的知识。不过，规间教室的学生只敢若15个人。这是法国当地空服学校受疫情影响，航空业变歹，和相关科系的学生唔知影毕业了是毋是有工作机会，所以学生就愈来愈少。Il y a encore 2 ans, on avait énormément de demandes. Plein de jeunes qui téléphonaient pour faire les formations. On avait des formations presque tous les mois, tous les 2 mois. Et le Covid a tout bloqué, évidemment, parce qu'ils ne savent pas trop l'avenir, ils ne savent pas comment ça va se passer. 有40年飞行服务经验的凯瑟琳，2007年成立空服员培训学校。本来报名名也是大家伫咧抢，不过即马受疫情影响，航空业变歹，今年注册上课的学生比往年减75%。Ma première question a été est-ce que ça vaut vraiment le coup de s'inscrire parce que les vols ils ont diminué. Il y a eu beaucoup de licenciements, notamment au niveau d'Air France, ce qui est le plus connu. ICAO 国际民航组织的统计，2020年全世界航空客运量减60%，法国航空的亏损就到71亿欧元，换算代表2450亿。业者无法度到2020年就要裁8500位员工。同款伫法国有航空专业的空中巴士也公布要裁员5000人，所以一寡上课的学生就计划因教师学出来了，敢袂当接一寡空服员的课。Je pense qu'il y a quand même de nombreuses crises dans l'aéronautique et on s'est toujours relevé, donc il y a quand même de l'espoir. Et puis si je ne trouve pas de travail directement après ma formation, j'aimerais passer ma licence de pilote privé afin quand même de rester dans le milieu et puis d'évoluer à mon rythme. 即马世界各国拢伫咧做有风险，不过 I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所整合的数据显示，到2024年进前，全世界航空客运量可能抑阁无法度登到疫情进前的水准。
相关培训学校希望伫咧航工业者甲一寡年纪较大的公务员试了，互少年人有更较侪机会。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天空之城》，风车讲原型就伫意大利中部一个千年的古城白鹿里治奥。这座古城长期风吹雨淋，加上有地震，强要倒去啊！为着要保存这个古城，意大利政府已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做世界遗产。对远远看，敢若是一座浮伫咧空中的城堡。这是伫咧意大利中部的贝罗里迪奥古城，伊还阁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天空之城。听讲日本的动画大师宫崎骏所画的动画《天空之城》就是用伊做原型。最近这座古城被申請成做世界遺產。Chiaramente la grande fragilità di questo posto, il grande problema è quello lì della sua conformazione morfologica, geomorfologica e quindi chiaramente la rupe è fatta di argilla e di tufo, soggetta sempre agli agenti atmosferici, la pioggia, i venti, l'hanno cambiata totalmente dal punto di vista dell'aspetto in questi anni. 这座古城历史是2500多年前，迄当阵的里迪罗里亚人伫遮建一个村，规座古城起伫咧火成岩顶头，年久月深，风化侵蚀，国家板块运动，真侪所在拢崩落啊，爱靠钢筋来紧掉的。Da i pozzi e questi tiranti che proprio come degli stop interni a un muro trattengono. 贝罗里迪奥古城边仔建筑拢已经放弃，只敢若这个古城还阁踩伫咧遐，所以互人叫做水死之城。也因为一直拢甲外界隔离，无受战争甲现代化的破坏，才有法度互大家看到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生活情形。不过，即马有另外一个考验。L'arrivo della pandemia nel 2020, nel marzo del 2020, chiaramente ci ha costretti nel lockdown a chiudere la biglietteria ed avere anche grandi problemi nei bilanci del comune perché 为了维护古城全年消息，意大利政府已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希望会当将这世界遗产得到国家侪注意，进一步进行当地观光旅游。上紧伫明年6月就让知影结果。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来看智利的科学家最近发现一款活伫恐龙时代食灵的动物，应该是活伫7400万年前。科学家认为这项新的发现是研究食灵动物演化正要紧的一部分。西沙款，咱赶紧来看。智利科学家最近伫咧上南边的麦哲伦地区，伫咧洋冰的园野内面，发现一副保存甲正好，顶头还阁5粒喙齿的喙齿骨的化石，证实是7400万年前恐龙中生代时期的新哺乳动物，外形有淡薄仔像臭鼬，用希腊语甲当地原住民语混合号名，反正中文是五起兽的意思。La importancia del hallazgo de Oreterium es que es, además de ser el segundo mamífero de la época de los dinosaurios que se encontró en Chile, representa un linaje que hasta ahora no se había encontrado en este país y ayuda a llenar un hueco en la historia evolutiva de un grupo bastante enigmático de mamíferos que se extinguieron y que no tienen descendientes en la actualidad. 生物学家对喙齿的化石判断，这种生物种是杂食的动物，因为过去伫咧南美洲上南边，即个人发现过生存伫咧3800万到4600万年前的哺乳动物。这边发现，互科学家找到北加恐龙共时期，也毋过已经绝种的哺乳动物伫演化史上重要的一段。另外，考古学家最近伫咧埃及发现一座有3400年历史的法老城市，一个保存甲正完整，厝正整齐，架景的壁有3公尺悬，内面有真侪人的骨头甲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古早的手指、彩色的飞亚器，还有摕来做护身符的圣家堂的围领，应该是起伫咧古埃及阿蒙霍特普3世在位的期间。专家讲，这是古埃及版的庞贝城，才有保存的记录。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水气较高，伫东半部大台北有局部地降雨。若过昼了后，中南部的山区、西半部的山区嘛有局部地降雷阵雨，雨会较粗。另外，礼拜日到后礼拜一，华南喷雨区会通过咱台湾，所以各地头落雨的机会拢会增加。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中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32度；
南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37度；东部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外岛是18度至28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掌声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